168个当神啊！哦，168当神啊！哦哟，是啥物话？是168个当神啊咧？嘿，来第2个提示，爱看日子，爱看日子。爱看日子咱哦。人爱看日子的代志无多哦，无几项哦。好，来第3个提示，送礼，送礼。哎呦，爱看日子，搁送礼哦。来第4个提示。拜地基主，真知影哦，真明显啊吧？真明显啦！这2年吼，来，唔知要记记手会记落啊。好来，无我第5个提示哦。 2个字。会当无？2个字尔。哦，好来，玉兰姐姐，立厝，立厝，你倒位看到立厝？为什么拜是？地基主，一般咱咧要入厝拢会先去看日子嘛。是啊，送礼互神明，才会甲咱保庇。是。哦，对，拜地基主一定爱拜地基主嘛，对迄是咱的地嘛，咱以后要住遐，请伊好啊，甲咱照顾。有道理哦。好，所以是立厝，来老师立厝对唔对？健康。厉害！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咱暑假加5000。后来你甲上尾啊，一就是新厝请人客，是一定爱请大家来闹热，闹热一下啦这个厝在旺啊，是有经验啦。好，我第一个看阿翔哈尼啊，落金章吼，你的金章无有？我还好咧，真正的哦。真。你安尼看，你拢知影约会到迄啥货？拄只拢总已经出几题4题啊！哇，我拄只无一题知影的，所以我咪遮认真了，我袂紧张啊。所以讲，伊起码足认真去想，等下出三马会，其实袂困难。嘿，对啊，对啊其。实真简单，想一个。好来啊哦，好啊，这题几个你？这第3个哩， 3个你啦。好来，咱看者，咱第一个提示。走袂停啦。走袂停是什么回事？走袂停嘞。好来，佫唔知影。第二个提示，繁华都市。繁华都市走袂停啦。哎呦，哦来，关门西喺底下走马拉松，哦，马拉松。马拉熊，哦，你看的是因为因为通常拢爱一直走无停，啊，伊通常拢是伫都市内面。哦，举办的。嘿，举办为台北市，啊，为了会去外国去东京，去别个城市，嘿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马拉松。来，老师马拉松对唔对？不是。来，机会来啊！知影就紧来试。哦，阿雄，上个来，你嘛知影？啊？你知影？不是，我快试了嘿。你快试了，我不是你注意别做啊！伊即摆特别试，我那会使我你试。你是快要试，我快要因为你已经1万啊，放心，伊1万啊，我爱叫。啊，你即摆答案你知影？尼昂丁，尼昂丁。哦，哦，走袂停对吧？走袂停。是有道理哦。迄暗时才有走呢。啊，繁华的都市通常毋是拢讲暗时较多吗？对啊。好，来，咱试看卖哦。来，老师，尼阳丁对唔对？嘛毋是。不要紧，要搁看一下提示哦。恁两个无机会啊。豆啊来哦，剩恁2位尔哦你。即摆要先拼无啦？唔爱，我只你后等后一个再继续讲。好，来，咱看第3个提示。灯火闪烁，你灯火闪烁。你看拄则会叫你生气啊？走袂定。走袂定，是你想啊感觉是走袂停。人生的走袂定。哦，我感觉你解解好啦。系啊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走袂定。来，老师走袂定对唔对？健康。厉害！好来，恭喜哦，选价加5000。哇，万哇！是来，咱看者冷暖的凌乱世情啦，是咱拢咱人生嘛吼，嘿，就真正有影人生的啦，嘿，好来。请问，伫咧阿美族的文化内底，查某吼会送什么物件，互情人当做定情物的？A. 槟榔 ，B. 花束 ，C. 飞起的肉。好来，咱请选择飞起的肉。槟榔，哎呦，嘿，花束，阿密斯啊，哦，幸福的好处比。嘿，个飞起吧，是，来哦，哎呦， 5、4、3、2、1。
等下，阮总管，你即马在讲分配。你嘛看到？嘿啊，我无因三个拄则伫遮，伊唔知咩啦。我讲你着徛一个伫遐，徛一个伫遐。我过来看因三个，搁伫遮，无你嘛过啊！啊，你无人要徛咧，我想讲要帮恁节目安尼分配一下。无你镜头尾翕，大家拢伫遮，你无好看。无来讲，以前咧，阮节目有一个名叫做陈 PD 啦，是制作人的嘢啦。是，行这边较康画面。啊，无遮互你徛来，嘿啦，无啦，我已经徛好啊。是我甲你问下，你啥人感觉是槟榔？槟榔哦，我其实唔知影咧，但是我咧想讲，迄应该是袂送花啦，咱原住民肯定敢唔是送花啦。啊，然后那个要吃嘛，杯起这肉这无好摕到，无好摕到啦，因为你无好拍到啦。啊，你即马就是已经要含人要甲讲我足介意嘛，啊，你槟榔较好办，应该是槟榔较简单啦。因为槟榔较济啦，较济啊，我咧是安尼。好来，好来，咱来看这个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咱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内面吼，这阿美族的吼，伊若查某囡仔介意一个查甫的吼，伊会送伊槟榔。啊，这查甫的若原来有介意吼，伊甲槟榔马上爱放入去嘴里面剥，安尼表示讲有介意。啊，了后呢，因两个就会斗阵，啊，其他人就知影讲安尼无机会啊，就袂过来乱啊，所以这是因的文化啦。啊，咱即马咱台湾人真侪人食槟榔吼，因为咱台湾人其实就足侪人吼，大家唔知影讲咱祖先内面有阿美族，还是讲原住民的血统啊。啊，但是这个文化继续留落来。是。哦，咱过去有一句话讲做有长山公，无长山马。对。咱的阿嬷大多数都是在地原住民。啊，所以咱这个文化一直留到即马，佫真侪人咧食槟榔。寒人的时阵浸温泉上赞啊！你敢知影？全台湾唯一的鹿港梅土梅温泉吼是咧倒位咧 ？A. 台中的古关温泉 ，B. 台南的关仔岭温泉 ，C. 屏东的四中溪温泉。好来，咱请选择。哦。来。是有鹿港梅迄种的哦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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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连 K 啊，四连 K 啊对了。是，系啊，就是四连 K 啦。啊，确定哦，确定哦。你这个来讲四连 K 啊，来，四连 K 啦，四连 K，对不？是啊，这若真正有去过的人吼，拢知影，是即马 A 甲 C 拢无人选，其实嘛是算讲团结啦。团结。是，因为咱管理员已经退休啊。有影咧吼。我有咧注意看哦。哦，我咧注意看，因为吼，因大家拢会讲看嘛，家己队友有要讲答案。对。啊，因这边的吼，选教拢讲 B 啊 B 啊 B。啊那个美文姐啊，伊看迄边啊，因迄边讲 C 啊 C 啊。哎呦，啊过来美文姐啊，搁活过来，伊讲 B 啊 B 啊。哦 B。我甲讲，伊唔是咧对你讲，是咧对因讲。哦。对是的。啊，伊动作咧咁样讲啊。这就是问题啊。做无用嘅，做无用嘅，你我袂使安尼偷讲，袂使。真正感谢你啦。盖高水啦。啊，唔过这是有，敢若亲像咱讲鹿港梅啊，鹿港梅，迄是恁感觉拢是伫关仔岭。因为正拄好，小弟参加这个新闻节目，头2集就伫遐翕的。哦。迄当阵金少搁伫遐抹面，是啊，未拄好。小弟顶礼拜咱台语台节目嘛，拄位关仔岭转来。哎呦！安尼意思是讲后世就是反正我唔对哦。是啊，那咱美文姐啊，你捌去过啊？关仔岭？关仔岭捌，捌吼，关仔岭捌，系啊。是。啊，来台南，其实当阵伫遐时阵有听人咧讲，我是向阳咧想无咧问伊讲我迄个鹿港梅迄个，尾仔想的，因拄啊伫遐咧行，我想我敢应该是台南，结果拄啊阿翔有咧讲啊，我就越过，我当作是因咧做咧。你按过来。嘿，无，我就想讲应该是关啊，啊结果因我讲嘿是 B 着，我从翻头伊讲毋是 C， 我从讲即马到底是安怎？但时间已经到啊，我已经行过来车袂赴啊。时间到啊。这就是，我感觉咱这是敢若人生的走马灯。走袂停。前途唔知你倒啦。拄想我决定要来啊，嘿啊，因我讲是，啊结果咱就已经决定啊，结果伊讲毋是是 C， 我从哈翻头要去，已经时间到啊。对啊。好，咱就照命运都安尼安排，咱就来。对，其实咱这3个吼。
拢是咱台湾真有名的好的温泉好的温泉，不过特色拢无共款哦。啊，到底是毋是比例，阮嘛唔知影。知哦。嘿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台南遐吼，关仔岭遐附近吼，咱可能啊捌看过新闻报道啊，定常迄个泥火山有无？迄土梅火山有无？伊就是下骹有迄个像温泉迄种物件对土闻出来啦。啊，无，迄种土梅乌乌安尼吼。啊，听伊讲迄对皮肤真好，所以有尽量摕来保养皮肤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即个物件就干那即个所在有尔。所以咱答案就是干那即个台南的即个关仔岭迄个，才是即个土梅即种的温泉。请问轮饼的食法南北无同，南部的轮饼有当时啊吼，伊会淋一寡大的油面。啊，你敢知影迄个时阵吼会安尼做的原因是啥物咧 ？A 是食较饱 ，B 代表久久长长 ，C 面较熟会当省成本啊。来，咱请选择。真正的南部的轮饼到这会够炸面啊，嘿，淋油面，台北真正无。代表久久长长，还是讲食较饱，食较饱，还是面较省成本？嘛是拢是吼。A、B、C 加油哦！对哦，来哦。上尾一条哦。你会哇？差不多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。来，你怎啥尼啊坚持？对。咱 A 咧，你感觉食来，吃。食较会饱吗？是毋是？其实我是 A 加 C 的选，因为我确定就是南部有包轮饼，而且嘛毋是南部，毋是全部，其实有分，比如讲市区甲庄脚就无共，嘿。啊，毋过我真正嘛是无足确定，无确定就对我啦。对，所以我其实是咧 A 加 C 咧记。我较早住高雄啊，我是感觉讲但面伫内底，因为可能做工要出来的人较侪，啊面伫内底食较饱，较会让止腰，所以才会烂面伫内底。好，来，你我感觉你是牺牲哦。无。啊，为什么应该知吧？阮嘛是有所本的。哦。是。因为拄好咱节目昨出外景才拄去台南。啊，你食过面的无？阮才拄去台南食因的轮饼到呢。是。啊，因为因掺迄糖足济嘛。对啊，油面的话一定要有原因。哦，你若讲干那是为着食饱尔，咱其实足侪面向当更加食饱。对啊，锅啊嘛会饱啊。对啊，面的话长火烧代表久久长，是有一个理由伫遮啦。是，我嘛是感觉伊会靠道理。是。好来，今日哦，即马真刺激哦，刺激上尾啊！好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咱的日子靠你啊！你太坚强。无，来，请回。